你覺得產品貴係你嘅問題，唔係產品嘅問題嘅。相信大家對於華碩呢個牌子都唔陌生，例如 ROG、TOUGH 系列等等。而最少人識嘅，相信就係 Prime 同埋比較新出嘅 Pro Art 系列啦。咁華碩品牌知名度方面咧，要講就一定係 ROG 系列啦。點解呢？因為小弟我咧都係 ROG 嘅其中一員啦，底板買個 Maxima 系列入面嘅大哥 2Z370 Formula 同埋 RTX 1080 Ti ROG， 但係 ROG 系列昂貴嘅價錢咧就真係好考驗大家嘅信仰啦。咁當中 TOUGH 系列咧就經常話自己軍規級，主要原因就係想講自己用料比較紮實啦。另外仲有專門針對媒體創作者嘅 Pro Art 系列，同埋價錢比較大眾化少少嘅 Prime 系列啦。其實華碩一直以嚟咧高端價位嚟講用料的確比較好嘅，但係入門價位嘅 Prime 系列可能大家就真係要小心啲啦。你以為華碩就同蓋字呢個字冇關係，其實一向嘅高定價，即使係入門款啊，其實價錢都絕對比唔上其他冇咁出名嘅牌子咁平嘅，用料同埋價位競爭力都冇咁好。但其實顯示卡核心一樣情況下咧，最大分別就係散熱器啦。而入門款嘅顯示卡咧，用料上其實都冇咁足嘅，所以真係信仰粉嘅話咧，特別好似 Jason 我咁嘅窮人啊，就真係要留意下啦。如果咧你哋係因為追求性價比，咁華碩就更加未必係好嘅選擇啦。加上最近嘅炒卡事件入邊咧，價錢日價比較高嘅都會係華碩，其次就係 MSI 微星。不過我 Jason 想講啦，華碩價錢高嘅前提下，其實都係因為佢哋嘅 marketing 真係做得比較好啊，呢個無可否認。價錢嘅日價其實都係因為有龐大嘅粉絲效應，導致產品容易缺貨而造成。所以即係點啊？